另外，受美中科技战的影响有风声，美国想要限制人工智慧晶片出口去中国，这有可能会造成美国晶片的销量减少，敢会影响咱台湾的台积电。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，咱台湾半导体主要是替国外 IC 设计买主做代工，全球 AI 晶片即马拢在欠货，所以对咱台湾台积电影响应该无大。在电动车马道比现身，鸿海董事长刘永伟和辉达创办人黄仁勋是做伙出来，一路车就变做全场的焦点。鸿海科技28举行，刘永伟讲，鸿海研发的低轨卫星已经完成装箱，按算11月升空。黄仁勋徛台嘛，学到鸿海伫4号气能硬体整合技术有领先的地位，甚至敢若无受到美国金属晶片出口的影响。It's a beautiful car. This is an ideal car for a young couple like Young and me. 美中的科技战是愈来愈热，美国传出讲，宣布禁令，计划要扩大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的人工智慧晶片，或进一步限制出口去伊朗和罗西亚这个国家。5个点名辉达、Intel 和超微这美国大厂，更加会受到严重的冲击。尤其辉达则拄推出弱化版本的 A88和 H88晶片，符合美国进前同意出口去中国的规范。新规定会限制这2款晶片出口。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讲，新规定是要控制，袂互中国摕到美国的人工智慧这科技去做军事发展。美国的政府主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能够拖累中国大陆在 AI 领域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发展。所以说，中国的晶片厂商未来就不可以投片到台积电。另外，新规定佫甲先进晶片的出口，应该摕到许可的要求，扩大到40外个国家。美国想要来全面封堵先进晶片，透过第三国输去中国。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是透过声明批评新的规定，对提高国家安全无帮助，颠倒会损害美国半导体生态系统。曹反映讲，美国晶片销量恐惊会落，会影响台积电和其他晶圆代工的大厂。买主要去决定说要卖给谁，所以第一个比较大的决定是在买主。那我们是一定会follow这个相关的规则。王美花讲，台湾的半导体主要是替国外 IC 设计买主做代工，买主来决定要卖互谁，加上全球 AI 晶片是做袂赴卖，对台厂的影响是无遐尼直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